我俾多一次機會俾你，你有冇講過？你呃人，你呃人，你呃人。當選戰走入窮途，唐家軍四處放火，四面對城，玉石俱焚，渾身已火，已經燒罄咗，矛屈對手，隻豬聲間惡魔。身亂爆了似喪波，行會怒憤，鬧佢牽涉密風波，窮途搞串點，讓香港千世都知佢。想當生撐得佢住，從此知道唐勇放火，已經燒過火，遲早炸死，承擔一切惡果。係我嘅主場，你講緊大話，你乜嘢都講大話，你呃人。